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的人讲话爱正口金细细，倒口一气一气，爱甲人口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口，读口第一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口就是写意思，咱讲口皮，意思就是写皮。像讲食苹果、食冷壳，有人爱口皮。另外，这个口嘛有假意思，像讲鉛笔架，嘛有人讲是鉛笔口。另外，口嘛有透风的意思。像咱讲口生风，口嘛会当形容一个人爱讲话甲人牙，咱讲是口舌，嘛会当讲是正口、倒口、口舌，这种同款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口舌，这个意思就是讲话甲人亏，也毋过比亏搁较重，亲像是形体、笑调、体态、踢踢甲人欺。第二个词口舌嘛是同款意思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平平是讲话，有的人讲话一句话三角六经，出嘴就要甲人口舌口舌；有的人是好话千万句，一面抹壁双面光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口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